祖先河南到闽南，再从闽南到台湾，台湾的台湾变台南，我再到台北从台南。纽西兰是我家，越南是我家，台中是我家，嘉义是我家，台北是我家，哪里是我家？这里是我家，那里是我家，你家后来变我家。有人说心安之处是我家，这里心安，这里是我的家。家，祖先河南到闽南，甲对闽南到台湾，台湾的台湾变台南，我去到台北对台南。纽西兰是阮家，越南是阮家，台东是阮家，嘉义是阮家，台北是阮家，倒搭是阮家，这搭是阮家，迄搭是阮家，恁家路尾变阮家。有人讲心安所在是阮家，这搭心安，这搭是阮家。